位 DJ 歌手都係 DJ 出道嘅，因為佢其實好多身份嘅。佢嘅身份就係曾經選過港姐啦，咁選過港姐之後咧，就係曾經參加過業餘歌唱比賽啦，贏咗冠軍啦。咁贏完之後咧，就又入過電台做 DJ 啦，跟住收尾咧就終於喺唱片公司推出佢嘅唱片，變成歌手啦。咁今時今日咧，佢已經成為咗教唱歌嘅老師啦，即係我哋俗語叫做導師啦。咁呢位就係 Kitman 麥潔文。咁我同麥潔文嘅交往，我諗係源於一位朋友啦。有位朋友當其時係好中意去追星啦，咁經常會唔知點樣去揾啲歌手跟住去簽名啦。咁當其時好多謝呢位朋友Andy 嘅。咁佢嗰陣時咧就我揾到阿 Kitman 啊，佢嗰陣時喺邊度做教唱歌啊，跟住約咗上去簽名啊。咁你嚟唔嚟啊？咁於是乎我就第一次上去佢嘅唱歌教室嗰度去見到佢啦。咁好驚嘅，其實因為第一次見到 artist 唔知可以講乜嘢。同埋阿 Kitman 係都幾 nice 㗎，其實。咁但係咧，當其時真係有啲驚嘅，因為突然間要去俾啲碟去簽名喎。咁我就成為一個小 fans 咁攞咗一大沓碟去簽名啦。咁我朋友又簽啲，佢又簽啲啦。咁就問我，你做咩㗎？咁我做音樂㗎咯，都做買碟㗎咯。咁收尾之後咧，就經常去即係有聯絡啦。咁我哋成班朋友咧，甚至乎起咗個 group，就同阿 Kitman 係做咗一個麥潔文嘅 group 啦。咁跟住每一年有幾年啦嘅時間咧，阿 Kitman 生日嘅嗰個月份咧，我哋都係會同阿 Kitman 慶祝嘅。咁今晚嚟到而家咧，就已經係12月19號啦，亦都係 Kitman 嘅生日。咁Kitman 生日快樂。咁我唔知會唔會有機會有人將我嘅 transfer 到俾阿 Kitman 啦。咁亦都唔知你會唔會已經瞓咗覺嚇。咁但係知道你係今日生日，咁祝你生日快樂，最緊要身體健康啦。咁同埋天天佢而家應該係已經有發表歌曲噶啦。咁佢個女啦，咁亦都好唱得好好嘅。咁因為好幾次我就喺歐瑞強嘅演唱會度啦，咁有Kitman 嘅出現啦，咁亦都有佢個女出現啦，咁成全咗佢把靚聲。咁真係我覺得虎父無犬女啦。咁祝願佢阿女嘅歌唱事業繼續慢慢進步，慢慢上揚啊。係啦，好，咁先嚟即係講咗咁多廢話啦。先嚟一首經典嘅作品先。在訴說千百段舊情，河流在細說星星叮嚀，仍是你憂鬱的眼，我真的不知你的心可會平靜。河流像替我輕奏曼陀鈴，悠悠地細唱心中戀情，搖着那小小花傘，看山色清清，你的歌可更動聽。來因何伴像畫那樣美，來因何伴清新的意境，童話式的
像替我輕奏曼陀鈴，悠悠地細唱心中戀情，搖着那小小花傘，看山色清清，你的歌可更動聽。來因何伴像畫那樣美，來因何伴清新的意境，童話式的島裏添心中幻想，公主的戀歌今天再度聽。來因何伴像詩那樣美，來因何伴美麗而寧靜，童話式的戀愛雖則天真，美麗動聽。好，呢隻碟咧就係麥潔文喺娛樂唱片公司嘅第一張個人大碟啦。咁來因何之戀好有一啲風味嗰啲我好中意啲手風琴啦。咁成首歌好活潑，好有新鮮感啊！喺嗰個年代咧，我記得出呢隻碟嘅時候，應該如果冇記錯就係1983年啦。咁83年嘅時候咧，我記得林志美就出咗《你的眼神》啦。咁蔡楓華就出咗《何必曾相識》啦。咁嗰個年代咧就係好多電視劇歌啦，加埋好多未曾係好偶像化嘅年代嚟嘅。咁所以成個樂壇咧，香港樂壇咧係容納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歌啦。咁喺娛樂唱片公司嘅時候咧，嗰個年代咧就啱啱出咗一個叫做五福星啊。咁五福星咧係新人啦。咁新人當中咧就有麥潔文啦，有有鮑翠薇啦、麥潔文啦，跟住就係黃以嘉啦。當其時仲有一個就係何嘉麗。咁何嘉麗咧未喺 Sony 出佢嘅無可奉告之前咧，其實咧喺娛樂唱片公司已經出咗一兩首歌噶啦。咁係一個叫《追拳王無忌》嘅電視劇裏邊嘅插曲，係啦。咁另外咧就當然仲有溫兆倫啦。咁呢五個人咧就係當其時娛樂唱片公司重點推介嘅人嚟嘅。咁曾經出咗一張黑膠唱片叫做《五福星》，咁就係點題去推佢哋五個。咁當然麥潔文係率先啲嘅，佢係早少少嘅。咁跟住咧就有鮑翠薇啦。咁鮑翠薇就係我只有期待啦。咁當其時嘅溫兆倫咧就未曾出個人大碟嘅。咁係啦，因為好新。咁嗱，其實溫兆倫都曾經做過 DJ 噶嘛。咁所以都好多呢啲，即係其實所謂 DJ 歌手咧，真係多不勝數。咁只不過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原來佢做過，即係好短時間啦，即係可能係好短時間，或者做過少少當兼職咁樣做啦。好啦，咁麥潔文咧，其實喺我嘅認知角度咧，其實我係聽佢另外一首作品先嘅。咁因為呢首作品就係佢嘅參賽歌曲啊。咁叫做前塵莫追究嘅大碟裏邊嘅呢首《念卷西風》。誰
回復現實中更愛，念捲西風一捲愁，誰會計較他不再來，夕陽漸落便留下冷漠，誰掌握到一片熱愛？從前無數夢幻永不回來，回想起令我一直着愛。今天我緬懷當日最美好，回復現實中更愛，念捲西風一捲愁，誰會計較他不再來，夕陽漸落便留下冷漠，誰掌握到一片熱好，咁啊呢首叫做《念捲西風》啊，咁就係麥潔文嘅第一張個人大碟裏邊嘅一首當年嘅主打歌啦，亦都係佢參賽歌曲啊。咁啊原唱者咧就係叫明世嚇，就唔係佢嚟嘅嚇。咁啊叫做睇下先。我諗下先，一時自己唔記得咗原唱係邊位添。係啦，咁啊原唱就唔係佢嘅，係應該係70年代頭啦嚇。咁當其時呢首歌原版嗰個曲式咧就比較舊曲啲啦，即係嗰個感覺比較似啲因為係廣播劇主題曲嚟嘅。咁啊個感覺係有啲唔同嘅。呢首歌叫做《念捲西風》啊。咁當然啦，麥潔文把聲係冇得講噶啦，天花板咁靚。咁呢隻碟裏邊咧，仲有一首歌叫做《前塵莫追求》，係啦，吳香倫係我噏到口唇邊啊，真係唔記得咗，唔好意思啊。咁就係原唱者就係吳香倫啦。咁吳香倫其實而家都仲有我唔知仲有冇喺 TVB 做劇啦。咁之前係喺 TVB 有做一啲電視劇啦。咁係啦。咁之前我記得我喺歡喜嘅呢個餐廳裏邊咧，亦都見過吳香倫。咁原因就係佢曾經喺歡喜餐廳做駐場嘅歌手啦。咁好滿人㗎，好多人去聽佢唱歌嘅。咁現場我就好似未聽，因為我好多時佢喺度嘅時候我唔喺度，咁變咗我就冇現場聽過佢喺嗰度演繹嘅《念捲西風》，係啦。咁呢個就比較自己冇咗呢個緣分啦嚇。好，咁講翻麥潔文啦。Kitman 咧喺佢嘅第一隻碟嘅呢第一首歌咧，叫做《前塵莫追究》。咁我自己都覺得呢首歌都值得推介俾大家聽下嘅。遇到愛戀變恨愁，
好，咁啊呢首叫做前塵莫追究啊，咁啊就係真真正正佢第一張碟嘅第一首歌嚟嘅。好，咁啊今日係 Kitman 生日啦，咁啊都係嗰句啦，生日快樂，開開心心，最緊要身體健康。好啦，咁啊麥潔文咧，其實喺娛樂唱片公司咧都出咗好多張大碟嘅，咁啊其中咧因為佢好多快歌啦，咁啊成為咗嗰個年代好少有嘅又唱又跳同埋係唱勁歌嘅人。其中咧有一首歌叫做電光霹靂武士，咁啊呢個電光霹靂武士咧就係因為嗰個年代，唔知大家仲有冇記得嘅叫做霹靂舞啊？咁啊嗰個年代嘅霹靂舞咧係經常都會喺一啲歌曲嘅 MV 度會出現嘅，譬如哥哥嘅 Monica 啦。咁我記得有其中一幕係有班人喺度跳 break dance，咁啊叫霹靂舞，中文譯做霹靂舞啦。咁啊呢一首電光霹靂武士，咁啊大家嚟聽一聽嚟。
係咁啊！有朋友想點再見19歲，係咪陳美玲嘅再見19歲啊？係啦，咁啊嗱，今晚我嘅直播咧應該會做到，我估計啦嚇一點鐘左右啦，係啦，因為其實我今日翻到嚟都有啲，其實有少少攰嘅，係啦，咁只不過因為明天我就需要去睇演唱會啦，咁所以今晚即係而家講嘅今晚啦，今晚我就未必會開播啦。咁陽光下的孩子我喺度揾緊，因為唔知擺咗去邊度，因為前幾日揾咗隻碟，我要揾一揾，係啦，我明白，咁我知大家都想聽呢首歌嘅，咁係，咁我盡量啦嚇，突然間會盡量揾呢個睇下揾唔揾得翻出嚟先，係啦，邊個嘅演唱會啊？一個喺南沙開嘅集錦演唱會，咁呢個演唱會裏邊咧就有黃凱芹啦，有湯寶如啦，咁有位叫陸寶啦，咁另外有好似仲有阿宋浩輝啦，宋浩輝就係做當年有做過一啲麗的電視劇嘅一個藝員啦，咁另外咧就仲有兩三位好似係啲內地嘅年青歌手，係啦，咁那時還有廣州嘅歌手翻唱他嘅唱，叫做係咩？竟然有啊！唔辛苦，其實今日因為有啲頻撲嘅，係啦，咁應承大家我翻嚟即係聽日完咗之後嘅後日，我會俾啲心機再做翻好啲，因為今日有少少甩甩地，係啦，咁所以我好感受到阿蛋哥講嘅一啲嘢。咁點咧？見到阿蛋嘅書咧，就因為我今日去咗阿蛋嗰個書節佢嗰個簽名會啦。好嗱，呢首歌咧，我好少會呢個時間播嘅，咁但係我諗大家都想聽下。麥潔文嘅《夜夜痴纏》。
孤單，你將消失，像這一晚。唯求你知，此刻太短，請將此生盡鋪以吻。唯求你知，愛是難斷，橫跨一生淚痕。如能再生於此世間，願再不需孤單。若我他生又重遇你，你可不可與我一起到每一晚？冇錯，呢首係嗰個年代嘅其中一個電台嘅禁播歌曲，尤其是深夜啦。我覺得冇乜嘢嘅，咁啊，因為都過咗咁多年啦，咁同埋百無禁忌。麥潔文嘅呢首歌其實好有味道啦。咁頭先有朋友咧就講，覺得阿 Kitman 把聲有啲似甄妮啦，咁的而且確係嘅，尤其是頭先講嘅第一張個人大碟啦，前塵莫追究。我記得當其時咧，因為我有整隻前塵莫追究嘅碟嘅錄音啦，咁因為呢隻碟本身就冇出過 CD 版嘅，咁全隻碟都係黑膠碟錄出嚟噶啦，咁其實一路聽，我當其時聽個感覺咧，我就覺得阿 Kitman 把聲真係好有甄妮嘅 feel。咁我唔知係唔係因為我都係嗰句啦，當歌手未有自己風格嘅時候咧，咁某個程度上係必然去攞一啲經典嘅歌手嘅歌曲去作為一個藍本去演繹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必經階段嚟嘅。咁當然因為好多時你會參加比賽啦，或者唱一啲歌都會有少少係用嗰個方法去跟咗佢哋啲唱歌方法。咁當然係唔係無師自通去學到嗰個呼吸啊？吐字感覺我就唔清楚啦。咁但係好多時喺聽歌嘅過程裏邊咧，好自然你就會可以學一學佢嘅一個演繹方法或者技巧。咁當你有呢個感覺之後咧，可能你自然就唱啲歌有少少似佢。咁當然我當其時聽呢隻碟嘅時候，我都好覺，咦，真係有啲似甄妮喎。咁尤其是啲咬字嘅尾音啊等等啊，咁呢個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係啦，咁今時今日嘅 Kitman 當然好正啦，而家已經係一個歌唱導師啦。咁我記得我去佢嘅教室嘅時候咧，其實都想有衝動去學唱歌嘅，咁但係佢就同我講好貴㗎喎，我學唱歌1個鐘頭幾多㗎喎。跟住我話跟住但係佢好好人，佢同我講，你唔好一個人嚟學啦，你揾多幾個人嚟啦 ，share 條數咧，咁你就會覺得便宜啲嘅嚇。咁真係好好人。咁但係因為真係好有衝動，因為我睇住即係嗰日咧，我去到佢嘅教室啦，跟住睇住佢教人唱歌點樣教法，哇，學到好多嘢。咁即係我心諗，如果我真係去跟佢學唱歌，可能我會提升好多。不過因為我係一個
我覺得我唔會去參加咩比賽噶啦，今時今日，咁所以就打消咗呢個念頭學唱歌啦。係啦，咁啊，但係嗰個過程裏邊同阿 Kitman 真係傾得好好嘅，咁好開心嘅，因為佢知道我寫碟評啦，咁我本電視汁撈飯裏邊亦都有佢嘅一個推介我本書啦，咁佢就經常問我啦，你點樣評我麥潔文嘅碟啊？我會好細心去睇你寫稿嘅喎，你小心啲喎，唔好寫，唔好 hea 喎，我好大壓力啊！當佢咁樣講嘅時候，搞到我即刻唔敢寫，因為我驚陣間萬一寫得唔好，咁就大件事啦。好，咁但係歌曲咧就唔可以唔聽嘅。今日係麥潔文嘅生日啦，咁好，俾一首好有感覺嘅時代感覺嘅歌俾大家聽。得與失，決不再
好，咁啊，呢首叫做《唐吉訶德》。咁啊，我聽呢啲歌嘅時候咧，其實咧就係喺電台聽翻嚟嘅。咁啊，當其時就係我細個晏晝，應該唔係叫晏晝啦，早上10點半鐘，媽媽開收音機，咁啊出呢隻碟嘅時候，咁咧就因為永遠啲 DJ 都會播呢啲歌，咁啊經常播呢首歌。出嘅時候呢首歌係喺商業電台係不停 repeat 又 repeat 又 repeat， 我覺得係洗腦式播放。所以對於我嚟講，呢首歌其實而家播俾大家聽咧，就即係相等於我當年逢朝頭早扭開收音機9點至10點半到啦，咁咁就會聽到呢隻歌。我諗1個鐘頭內會播2次左右啦，甚至乎有陣時播3次。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好疲勞式去播呢啲歌咧，我都覺得話都幾大件事嘅。好，咁但係點都好啦，因為呢啲歌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係實在係經典嘅，所以應該要播俾大家聽。好啦，咁雖然我揾到呢隻碟個盒，但係竟然隻碟唔知擺咗去邊，哈哈！嗱，呢啲就係我喺呢度做直播嘅一啲經常發現嘅蝦碌啦，因為可能太多碟啦，唔知擺咗去邊。好，咁所以今晚可能播唔到陽光下的孩子啊。好，跟住嚟呢一首咧，大家唔知記唔記得有一首歌叫做《卡門》咧？但係《卡門》有另外一個版本。秋波輕輕轉散發霉，力熱情與獨有的韻味，腰肢輕輕擺叫你心，痴心最令人沒法退避。星星，我愛你星星刻骨相思，我是作小故事。今宵我愛你聽朝拋開不理，情人是作玩具。痴痴醉，多情自作，偏要入迷，是與非，真真假假都不理。不喜歡你，其實我哪裏會有真心意？不理是誰話你知，始終都會給拋棄。轉散發霉，力熱情與獨有的韻味，腰肢輕輕擺叫你心，痴心最直情沒法退避。星星，我愛你星星刻骨相思，我是作小故事。今宵我愛你聽朝拋開不理，情人是作玩具，好似表演，好比演戲。男共女兩個詐作痴痴醉，多情自作，偏要入迷，是與非，真真假假都不理。不喜歡你，其實我哪裏會有真心意？不理是誰話你知，始終都會給拋棄。
真意，貧或富，我對個個都一致。想我入迷，莫妄想，通通被我拋出去。好，呢首歌咧就叫做《愛情遊戲》，咁啊原曲就係卡門啦。咁其實我係好中意聽羅文版本嘅卡門嘅，咁但係呢首歌咧，其實我喺接觸羅文嘅卡門之前咧，其實係聽呢一個版本啦。咁啊，因為羅文嘅卡門就係當然係國語版本啦，咁啊 original 啦，咁啊當然卡門呢一個古典學你哋話齋啦，其實我自細到大都有聽過，咁啊，所以對呢首歌係完全唔陌生嘅。咁但係當年Keepman 喺就係我而家講緊嚇，係咪呢隻碟先？唔係呢隻喎，卡門係另外一隻嚇，愛情遊戲係就係呢隻碟啦，就係呢張叫做竟然忘記咗個碟名添，係啦，黃金約會啊，因為呢隻碟其實我有份幫忙嘅，咁所以咧裏邊有啲鳴謝我啦，我記得有睇過噶啦，咁啊喺呢個書嘅背面咧就會寫住鳴謝。特別鳴謝黃國恩先生，咁嘅原因就係因為當其時我借咗好多娛樂唱片嘅封套俾呢一間叫做星娛樂唱片公司去做呢一批嘅封面啊，咁因為佢哋冇晒呢啲封面啦，咁我就借咗大概我記得借咗20零個娛樂唱片嘅封套俾佢哋去做呢啲碟嘅，咁啊，所以佢哋俾翻個鳴謝我啦，咁啊，當然有少少輕有少少酬勞啦，咁我覺得幾開心嘅，可以幫到唱片公司去還原翻呢啲作品，呢個係我好榮幸地我可以參與當中，揀啲好靚仔嘅封套俾佢哋重新 scan 啦，做翻晒一啲呢啲推出呢啲 CD 啦，咁所以多謝佢哋，令到我可以有一個參與嘅動作，係啦。咁呢首頭先講緊嘅呢一首卡門嘅粵語版啦，愛情遊戲啦。咁因為當其時我係好細個啦，聽卡門，我記得可能係喺小學或者咩有啲音樂堂嘅時候有人講過或者彈過俾我哋聽啦。咁我哋都係音樂老師彈嘅，咁所以咧。對於呢首歌咧，我係有幾特別嘅感覺。但係當 Keepman 唱呢首歌咧，佢唱得好點講咧，好有趣咯。唱得好自然，好爽。咁同阿羅文嘅字正腔圓佢唱嘅國語版本咧，係兩種味道。咁但係呢首歌我係講老實嘅，我好中意 Keepman 呢個版。好，咁另外仲有一個歌咧，就係都係第一隻大碟裏邊嘅，呢首叫做《等君這一句》。送君秋風輕吹，
這一句。受送君秋風輕吹，心裏極空虛，常懷往昔今朝一分，何日再伴隨？沿途野花七色繽紛，君你莫貪取，遙遙兩分別了愛侶，可知心已碎，別後共在夢中相醉，情君休掛慮，幾許相思幾多心情萬樣愛意早相許，問過去萬般恩義幾多心記取，回答盛事已過去，只得這一句，今生心中一個家，我與你永遠共對，明明要講萬句百句，只得這一句，誰人要聽萬句百句，等君這一句。係咪覺得正咧？真係好活潑嘅。咁細個嘅時候，即係覺得因為我其實嗰個年代係經常聽呢個早上節目啦，咁啊，所以阿 Kitman 把聲其實係日日都聽住嘅啦。咁啊嗰陣時係估唔到，咦佢會出唱片喎，咁啊但係嗰個年代咧嚇，因為我未知有前塵莫追究呢隻黑膠碟嘅。咁啊，以為佢喺娛樂嘅呢一張羅恩河之戀就係佢第一張個人大碟啦。咁同埋因為嗰陣時呢個商業電台咧係不停咁樣去催谷啦，咁我就一路諗，原來佢收尾先知原來係加盟娛樂嘅第一張碟，就並唔係個人嘅第一張碟。咁但係呢一張娛樂咁亦都因為有娛樂嘅推波助瀾啦嚇，咁令到佢嘅所有歌曲就上晒台啦。咁因為一啲頭先播過嘅電光霹靂武士啦，咁靈氣逼人啦，有好多亦都有啲電影歌曲啦，當中亦都有啲電視劇，譬如咩大香港啊等等嘅主題曲啦。咁令到 Kitman 真正入屋啦，即係覺得，咦，佢唔係港姐嚟噶咯，佢係又唔係 DJ 咯，佢真正係一個歌手。咁到收尾佢再轉公司啦，去咗新藝寶之後咧，就更加正啦。咁因為有新藝寶之後咧，形象嗰個百變度都好高。咁我自己個人咧，其實邊個年代嘅 Kitman 其實我都聽嘅，因為可能就係自細到大我比較中意聽電視劇歌啦。咁呢個娛樂唱片公司嘅歌咧，雖然啲人話老餅啦，咁但係我而家今時今日我呢個老餅就係好中意娛樂唱片公司嘅一啲編曲嘅曲式啦，又中意佢哋嗰個即係其實佢哋做嘅碟嗰個用心程度好高嘅，只不過當然嗰個artist 嘅風格咧就比較好老實講，比較老氣少少，但係歌曲本身咧係做得好有心機。好，
跟住嚟呢首叫做《寂靜深秋》，因為呢首歌我都幾鍾意聽。雪月已拋腦後，書信難將心事透。滿山暮色裏等候，落花堆滿深秋。枯枝老樹怕衝過後，人面比那秋高瘦。我無言獨看波浪萬里流，滔滔江水似恨愁。無奈我亦心中透，夢想秋過後，幾多悲哀再沒有。雪月已拋腦後，書信難將心事透。滿山暮色裏等候，落花堆滿深秋。枯枝老樹怕衝過後，人面比那秋高瘦。我無言獨看波浪萬里流，滔滔江水似恨愁。無奈我亦心中透，夢想秋過後，幾多悲哀再沒有。唉，聽完呢首歌真係搞到我好想聽偏偏野恨愛，但係偏偏我真係揾唔到首歌出嚟。好有偏偏野恨愛嘅嗰個曲式嘅感覺。咁其實我覺得阿 Kitman 唱呢一類型嘅歌曲咧係好 match 好夾嘅。咁好有佢自己嘅特色啦，好有佢自己嘅 style 啦。咁亦都好 match 佢嘅聲音啦，揼冚嘅聽出嚟就係好古典嘅感覺，加埋佢把聲真係好 match 到呢啲好清好順嘅風格啦。咁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咁其實萬水千山總是情嘅國語版本就係Kitman 唱嘅呢個我唔知你哋知唔知啦嚇。咁其實我曾經聽過嘅，咁但係因為我冇辦法擁有呢個版本喺手啦。咁當其時都有問過點解嘅，咁原來唔知啊，竟然唔知啊，係啦。咁萬水千山總是情嘅國語版本其實就係Kitman唱嘅。咁阿姐係冇唱過國語版本嘅。咁我據聞咧係有出過碟嘅。咁但係因為我冇喺手，我有朋友有。
咁當其時聽到我都好驚訝，但係唱得好好嘅。咁當然 Kitman 嘅國語一定唔會差啦嚇。好似係成隻碟都好似係國語歌咁樣嘅。咁我會盡能力希望總有一日未來嘅日子會揾到呢個《萬水千山總是情》嘅 Kitman 國語版本翻嚟俾大家欣賞嗱。應承大家我會發晒喺我啲朋友嘅圈子，盡能力佢哋揾啦，因為我記得我有朋友有嘅，咁等佢俾到我嘅時候，我就即刻播俾大家聽，係啦，咁期待期待。好，咁另外咧 Kitman 咧去到過咗新藝寶年代咧，就已經完全另外一個 mood 啦。咁當然我覺得新潮好多啦。咁同埋啱翻佢嘅 style 嘅歲數咁但係即係娛樂嘅呢一批嗰種感受咧，係永遠都會記住嘅。咁好，咁因為時間關係咁整首勁啲嘅歌先。為何滯留在家中，呆看老土國語片，夜已掛了上窗簾，快把 TV 關了電。You belong to disco scene, you are dancing queen， 願你快快跳出街裏面，勁舞將裏邊，任劍輝白雪仙，亦要 put on dancing shoes， 讓這天像唱片轉出高溫火焰，做探長射箭，亦要 put on dancing shoes， 讓中的與間的跳着勁舞將裏邊，別像粵語慘片，大叫好苦，想跳落海，別日夜雪空虛，無視護膚愛在鼓起流腮，就算是晴天，亦要像雷電。飛身舞動為午夜前面，下雨天電閃，亦要 put on dancing shoes， 淋雨點像唱片轉出高溫火焰，任劍輝白雪仙，亦要 put on dancing shoes， 就算穿古裝都可跳着勁舞將裏邊。為何滯留在家中，呆看老土國語片，夜已掛了上窗簾，快把 TV 關了電。You belong to disco scene, you are dancing queen， 願你快快跳出街裏面，勁舞將裏邊，任劍輝白雪仙，亦要 put on dancing shoes， 讓這天像唱片轉出高溫火焰，從探長射箭，亦要 put on dancing shoes， 讓中的與間的跳着勁舞將裏邊，別像粵語慘片，大叫好苦，想跳落海，
嗱，我記得咧，阿 Kitman 好似講過嘅，咁係參加77年嘅選港者啦。咁但係好似係中途有啲事情退出咗嘅，好似係，佢好似有講過嘅。咁所以咧就冇，但係其實佢當其時都係靚女嚟噶嘛，都係大熱嚟嘅啊！咁但係當然啦，嗰一屆亦都好勁啦，有朱玲玲啦，有余以夏啦，有呂瑞榮啦，三個都好犀利。同埋嗰個年代點會唔靚啊？所有女仔都係靚女嚟噶啦。殺爺啲殺拗爺啊，即係咩啊？係啦，任劍輝白雪仙咁啊！聽完呢首，梗係要聽埋另一首啦。鎖着他跟我，排排坐車廂中，可不可親親我？排排坐我眼內，現在全是愛火。深宵山頂之中，車廂之中，跟他繼續看月光。他開始不想推車，開始領會我目光。死火鎖着他跟我。鎖着他跟我，好咯！死火鎖着他跟我，Oh yeah！ 死火鎖着他跟我，多得跑車死火鎖着他跟我。係完全認同，我覺得 Kitman 應該係唱一啲百老匯式嘅歌劇。咁我唔記得佢有冇做過一啲舞台劇啦，我真係忘記咗啦。咁但係佢絕對有能力駕馭到百老匯式嘅一啲歌劇嘅表現。我覺得佢應該疫情係，我覺得係。駕馭之餘係手到拿來嗰隻，咁因為把聲真係好通透啦，好有力度啦，咁唱起呢啲歌上嚟咧，嗰個跳脫度又好正啦，咁佢亦都識跳舞啦，咁真係好正。
咁二來咧就係佢唱心情嘅歌曲嘅時候咧，又好有佢嘅個人味道。咁所以真係，其實我覺得佢嘅歌都係好百變咯，係啦。即係如果你問我，我個人覺得佢嘅歌曲本身就係百變嘅感覺嚟嘅。咁所以有少少嘥咗嘅，我覺得點解咧？就係好似唔係太多呢一類型嘅歌俾到佢發揮，即係其實應該真係可以再做多啲其他嘅歌曲。咁但係嗰個年代冇辦法啦，實在太多競爭啦。佢以佢嗰個形式嗰個能力，其實可以去到呢個位，其實我覺得幾好嘅。只不過唔可以再上多啲。因為可能年代唔同啦，即係有阿妹哋嗰種形式嘅歌手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喺娛樂唱片公司嗰段時間咧，其實個發揮係唔夠咯，真係唔夠咯。好，跟住嚟呢首。有句話我卻要話你知。
嗱，咁啊，先同大家講一聲先啊。咁啊，你哋啱啱打歌詞出嚟嘅嗰首歌咧，係平台禁咗嘅，我唔可以播嘅。無論家駒版本或者 Kitman 版本都唔播得嘅。如果一播，我仲有仲有一次機會，咁啊。如果一播，可能你哋就聽唔到我做直播噶啦，係啦，咁啊，你哋自己知得噶啦，咁啊，記住啊！呢首歌我都好想聽，但係唔可以已經成為一首禁歌啦，係啦，好，除咗呢首之外咧，嗱，其實 Kitman 咧有好多靚歌啦，其中當然有同哥哥嘅呢一首啦。沉默的一刻，只想跟你說一次，讓我講一次，愛你你不知。莫非心中所想跟你也相似，仍然再聽一次，還願留住這時。And it's a miracle， 那對白突然靜止，我的呼吸聲音像報時，像架飛機兜圈數千次，仍沒法表達心意。願意不必拘束再友誼，對你已真摯。問你是否不可以愛一次？未可解釋怎麼跟你竟相似，搖動了心智，卻詐不知。願空虛於今晚得到你賞賜，讓我愛一次，時候仍未算遲。And it's a miracle， 那對白突然靜止，我的呼吸聲音像報時，像架飛機兜圈數千次，仍沒法表達心意。願意不必拘束再友誼，對你已真摯。問你是否不可以？我的呼吸聲音像報時，像架飛機兜圈數千次，仍沒法表達心意。願意不必拘束再友誼，對你已真摯。問你是否不可以？我的呼吸聲音像報時，像架飛機兜圈數千次，仍沒法表達心意。願意不必拘束再友誼，對你已真摯。問你是否不可以愛一次？咁啊，因為我有一次啦嚇，咁啊哥哥喺Beyond 嘅做直播播 Beyond 嘅時候就播咗呢首歌，
咁啊，阿燕播咗呢首歌之後，跟住就彈咗啲字出嚟啦，跟住就好大件事，嚇死我。跟住我就問過好多朋友，就話呢首歌唔播得㗎，係啦，咁啊明白知道就得啦。好，咁啊呢首 Miracle， 咁啊我記得同阿 Kitman 有傾過偈嘅，咁啊有問過佢呢首歌，佢話佢好阿哥哥好 nice，對佢好好，咁同埋佢好慶幸同阿哥哥有結到緣，可以合唱到呢一首歌啦。咁同埋因為我記得喺哥哥嘅其中一個好似係86年嘅演唱會啦，咁啊麥潔文係有到場去同佢合唱呢首歌嘅，咁啊成為咗阿 Kitman 成世人永遠都記得嘅一個錄音啦。咁佢對於哥哥嘅思念，我諗到而家都仍然有嘅。咁同埋真係佢覺得同阿哥哥可以合體唱歌咧，其實係一個榮幸啦。咁呢個我記得佢曾經有提及過嘅。所以喺哥哥眾多嘅合唱歌當中咧，其實我覺得佢兩個嗰個 match 度都幾特別嘅。咁當然哥哥同陳潔靈嘅合唱兩首亦都好有嗰個味道啦。咁但係佢同阿 Kitman 嘅呢一個組合咧，可惜就得一首咯。如果有多一首，我覺得更加正啦。唔緊要啦，有一首都成為咗我哋心目中嘅經典嚟嘅。係咁啊，好，跟住話俾大家聽，我嚟緊播嘅歌咧，就終於我揾翻隻碟出嚟啦。咁啊，你哋可以輕鬆咁去連續聽兩首啦，不如，因為好快樂、好開心嘅歌曲。生日快樂！雲彩天空掛，感激它吹開每朵花朵，願永在照耀下。它將光輝分給每一家我，願永在照耀下。這班娃娃似班可愛野馬，讓我笑着罵，你笑着罵。愛他惜他，給他感化教化，誰願意真打？誰願意真打？眼睛一轉，千種鬼馬變化，讓智慧萌芽，讓智慧萌芽。教他管他，規矩不會放假，黏住個嘴巴，黏住個嘴巴。陽光遍地灑，誰都分享了它。野草野花野貓肥豬亦愛它。雲彩天空掛，感激它吹開每朵花朵，願永在照耀下。它將光輝分給每一家我，願永在照耀下。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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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好，跟住嗱，啱啱播完頭先嗰首寂寞深秋啊，係嘛？其實個感覺同嚟緊嘅呢一首偏偏夜恨愛真係超級相似，同埋我好中意偏偏夜恨愛呢首歌嘅，送俾大家。藏萬種千般怨共愛，無言流露多少奈何，已失去未能覓，此色卻情火，徒然留下心中感慨，嘆息裏為何露出千般怨共愛，前塵如夢匆匆浮來，怕歡笑未重現，痛楚卻常在，愛似風波怕再踏過，往夢常在，怎去避過？那處是愛，四處茫茫，一次聚散，眼淚仍在，偏偏惹出恨愛。那一笑為誰道出千般怨共愛？過去歡欣今朝重來，再不怕受情淚要拋卻愁愛，哪怕此生滿載恨愛。為誰道出千般怨共愛？過去歡欣今朝重來，再不怕受情淚要拋卻愁愛，哪怕此生滿載恨愛，再不怕受情淚要拋卻哪怕此生滿載恨愛。係啊，我都覺得娛樂唱片公司真係幾 match 到佢嗰個聲線啦。咁啊，顧嘉輝真係發揮到Kitman 嘅嗰個特質出嚟。咁啊，因為佢把聲好響好亮，但係又有啲柔情感覺嘅。但係當佢唱啲快歌啊、勁歌嘅時候咧，其實佢又可以唱得到、做得到，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係真係好有 power 啦。咁每個唔同類型嘅歌曲，佢都 handle 得幾好。咁頭先都講過啦，如果多啲百老匯式嘅舞台劇歌俾佢，可能更加會令到佢有一啲
入心嘅歌俾我哋記住。咁但係其實喺各角度上，我覺得其實 Kitman 其實已經做得好好。係好，跟住咧就要聽埋呢一首。當然，既然有呢隻碟，梗係唔可能唔聽啦。既然頭先聽咗勁舞 Dancing Queen 啦，聽咗電光霹靂武士，自然就要聽埋呢首愛跳舞的少女啦。千百道激光似刀鋒發光，讓身體被激光去綁，搖動我肩膊，令每一寸肌膚發光，全身閃我傾瀉放光。漆黑中你跟我激光都也衝破，衝天飛舞身擦過。人獨舞解我孤芳，起舞 Let the music play， 賜我生機，只想激光撫我吻我身軀 Let the music play， 愛跳舞的少女，只想高飛，不再慨嘆空虛。我肩膊令每一寸肌膚發光，全身閃我傾瀉放光。漆黑中你跟我激光都也衝破，衝天飛舞身擦過。當天跟你起舞，瘋癲奔放的舞，如今只有一個我。投射過千百道激光似刀鋒發光，讓身體被激光去綁，人獨舞解我孤芳，起舞 Let the music play， 賜我生機，只想激光撫我吻我身軀 Let the music play， 愛跳舞的少女，只想高飛，不再慨嘆空虛。搖動我肩膊，令每一寸肌膚發光，全身閃我傾瀉放光，全身抖戰怎去抵擋？起舞 Let the music play， 賜我生機，只想激光撫我吻我身軀 Let the music play， 愛跳舞的少女，只想高飛，不再慨嘆空虛 Let the music play， 賜我生機，只想激光撫我吻我身軀 Let the music play， 愛跳舞的少女，只想高飛，不再慨嘆空虛。好，咁啊，呢個就係愛跳舞的少女。咁啊，喺嗰個年代當然係少女啦。咁啊，其實咧嗱，呢隻碟裏邊咧就有幾首好正嘅電視劇主題曲啦。咁啊，江湖浪子同埋難忘的你。咁啊，兩首歌就一個好有江湖味道氣息嘅歌曲啦。咁另外一個難忘的你又係嗰啲好深情款嘅感覺嘅歌曲。咁啊，所以其實同埋呢隻碟因為
當年有叫做早版 CD 啦，第一版本係日本 Sony 創造嘅，咁啊啲聲音咧就好實淨、好靚嘅。咁啊去到呢個娛樂嘅一個新版本嘅時候咧，幸好佢都係Sony 創造，咁啊其實呢隻碟而家聽到嘅聲音咧係保留到當年嘅頭版 CD 個感覺嘅，咁同埋啲聲係再開揚啲、鬆容少少，咁個感覺嗰個人聲仲要嗰個活躍度更加開啲，所以其實我幾中意呢啲新版嘅。咁當然舊版因為已經唔係咁容易揾得到啦。咁如果要揾隻舊版翻嚟都幾有一個價值㗎啦。咁啊，所以多謝佢哋出呢啲新版，尤其是好似呢啲碟咁樣啦。咁當然啦，佢亦都我記得喺90年代出過一啲 long 模版本嘅。咁但係嗰啲 long 模版本個聲音咧就比較散啲啦，叫啲啦，係啦。咁啊，所以其實呢個 Sony 呢個都係 Made in Japan 嘅 Sony 版本嚟嘅。咁因為始終都係 Sony 啦，有個基本嘅聲底喺度，所以值得大家再去聽下嘅。好，跟住睇下大家仲記唔記得呢首歌嘅前奏先。金光裏千般變，最迷人心竅，最誘惑最漂亮，偏向人嘲笑，捉得到手中女，衝上了雲霄，最易令人心煩擾。卻會
係咁啊，有啲原因喺度嘅，播唔播得嗰啲歌，咁啊，大家稍安毋躁啦。咁啊，我覺得適可而止啦，因為有陣時有啲問題係因為歌詞裏邊嘅一啲表達嘅嘢啦，咁啊，大家明白就得噶啦。咁啊，我唔點提講點解啦，因為太敏感啦呢個問題。咁啊。希望大家專心聽我播歌啦。好，咁啊，麥潔文咧，其實咧，唔知大家知唔知有一首歌咧，係攞嚟宣傳旅遊大使用嘅，係啦。咁啊，麥潔文咧，其實咧就係喺第一隻碟《前塵莫追究》裏邊，咁啊有一首歌咧。就攞嚟做宣傳香港旅遊用嘅喎，咁啊播俾大家聽下咧。笑，盼心中常存微笑，妙，常在笑，煩悶自動會少。笑，這訊息力量大極了，妙，常在笑，其魅力願你曉。笑笑笑。是奇妙，笑笑笑，好感給你照，儘管開心笑，笑聲中麻煩忘掉了，妙，常在笑，讓幸運為你繞，心鎖開了，快笑，快笑，笑笑笑，實在是。好感給你照，儘管開心笑。心鎖開了，快笑，快笑，笑聲中情意傳達了，妙。人在笑，仇敵慢慢會少，笑似花開，實在無限超妙。人在笑，連樣貌亦更嬌，心鎖開了，快笑，快笑，笑笑笑，實在是奇妙，笑笑笑。你照儘管開心笑。好，就係呢首笑，好簡單嘅一個字笑。咁啊，呢首歌咧就係我記得當年有講過嘅。咁啊，原來係旅遊發展局攞嚟做一個旅遊宣傳嘅歌曲嚟噶。咁啊
細個真係唔知噶，咁到收尾，咦係喎，點解有啲廣告裏邊咧會有呢首歌嘅？咁原來咧就係除咗佢之外，我記得仲有林子祥都仲有一首歌係嘅，但係我唔記得個歌名啦。咁都係攞嚟做旅遊推廣用嘅，咁所以幾特別嘅。以前嘅政府宣傳歌咁樣，亦都即係落咗去唱片啦。咁但係我細個聽嘅時候就好熟好熟，我記得呢首歌係喺邊度聽過咧？原來就係電視嘅廣告，係啦。咁但係嗰陣時未必係成首啦。咁所以到聽到呢個版本嘅時候，就其實幾開心嘅。好啦，咁今晚因為夜啦，其實都差唔多去到尾聲啦。咁今晚我嘅直播咧，亦都雖然今日夜咗開播啦，咁但係遲到好過冇到啦。咁第一多謝你哋入嚟聽我直播啦。咁亦都多謝大家所有朋友曾經入過嚟俾個禮物我嘅朋友啦。咁所以都感激你哋一直以嚟嘅支持啊！咁今晚嘅最後一首播嘅歌咧，就係《江湖浪子》。好。哈哈哈！聽呢啲歌嘅時候，你先至10幾歲。呢隻碟應該係1985年啊，係啦，我冇記錯，應該1984年啊，係啦，1984年推出。哇